呢個人佢以前喺一間廣告媒體公司裏邊做一個策劃經理，佢每日嘅工作就係研究點樣將影片帶到去唔同國家嘅市場，而最大嘅困難就係語言嘅困難。佢而家靠 AI 幫人哋嘅片講人哋嘅話，而家一年賺緊超過780萬港幣。呢個人叫做 Maria， 佢發現個個都想做全世界嘅流量，但係語言就係最大嘅障礙。你想睇外國片，但又聽唔明英文；你想出口你自己嘅片，外國人又聽唔明；想揾專業配音又貴到飛起。所以佢就諗，既然 AI 可以模仿人聲，咁點解 AI 唔可以幫手配音呢？所以佢就整咗一個工具出嚟，叫做 REST AI。你只要將影片調入去呢個工具裏邊，佢嘅 AI 就會幫你用翻你自己本人把聲，幫你講英文、日文、西班牙文。最勁嘅就係連你個口型都可以對準埋，就好似你本人可以識得講呢種語言一樣。結果全球嘅創作者都瘋狂訂閱佢呢個工具，佢唔單止幫人哋慳咗幾千幾萬蚊嘅配音費，佢仲可以幫全球嘅創作者將流量倍大幾十倍。佢而家已經辭咗份工，財務自由啦。佢只係解決咗一個痛點，就係溝通呢一個嘅問題，生意就做到全世界啦。關注我，我係 Andy，下次帶你睇下一人公司點樣用 AI 成功創業嘅真實案例。